宝藏们，曾宝仪的人生藏宝图推出宝藏限定会员制了，在这里你可以听到独家集数，包括宝藏来信、好剧、好书，还有我的旅行日记碎碎念。加入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福利在等你哦。对了，宝仪我本人还有机会跟你交流啦，而且还有很多平常我不会跟别人讲的事情，都会在这里跟你讲啦。各位里民大家好，这是万社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任务这集咧咱有邀请到一位里民吼讲里民小可有小可伤水面啊，因为伊是这个台语 podcast 内底的大前辈吼，就是咱阿凯的之声的阿凯。今天呢，我讲煞啦，今仔日呢，伊来到咱的节目来开讲吼。我已经其实有小可袂记你看什么时阵开始听阿凯的之声，可能是旧年还是前一年。毋过我后来才发现讲吼，其实阿凯伫2020年上即声好的时阵吼，我其实就一定听过伊的声。我一开始呢听阿凯之声是因为伊的鹿港腔，看阮中华阿嬷的腔口就成的。我个人呢对中华有一款即矛盾的情感。毋过吼，这话若是要讲透机吼，会当讲3集但是会顶呢，就是我是一个身份证 N 开头的人。毋过呢，最近几年才开始咧想要起来了解阮阿爸的故乡。所以呢，我真介意去听这个阿凯来讲这个鹿港文史的部分。豆就开始继续听伊咧讲册啊，讲天讲地。嘛真介意讲有一阵伊去做这个阿里山地迄几集。毋过咱遮吼嘛是先莫讲伤济，来请这阿凯来小可来自我绍介一下，来讲看卖讲你的节目咧创啥。我当出声嘿。对嘿。大家好，我是这个阿凯亚之声 Podcast 这个台长阿凯亚。我其实第一遍来到咱这个。先讲咱英国的空中诶，小可紧张。不要紧，咱遮讲台语嘛会通。是，我感觉真有意思，因为我一直以来虽然讲我做 podcast 是算较先做，但是我一直以来拢咧注意到底有啥物款的即个 podcaster 嘛是咧讲台语啊，所以我会记得当初恁才拄开始咧做的时候，我就去注意到万社里长，但是当初就感觉讲这是。毋知迄讲个名就奇怪，我想你是咧讲咩？因为我一开始看到迄名，我无法度直接想到讲迄是一个台语的 podcast， 但是我听了我才感觉哇，这是足趣味的一个节目安尼。因为我后来才知影讲原来因为我旧年嘛有去英国啊，我遐个朋友甲我讲，万社敢若是英国，敢若是台湾人的即种数量相对较多的一个城市哦。所以伊阵就想讲，敢若小可合理就是讲，恁伫遐有一群人会听台语安尼。对啦，毋过咱听众其实大部分拢伫伦敦。你甲我共款，我虽然伫鹿港放送，但是我听众嘛拢伫台北。对啊，我感觉这是podcast 的 TA 问题。对。毋过我感觉会互人感觉万社台湾人较济是，因为我感觉。伫万社的台湾人较团结，会当安尼讲吗？较接要出来做活动啊，对，较好斗阵就对啦。对无毋对，硬要抢认同迄边的人，搁要站南北啊，无负责任的一个抢哦。你袂讲你的节目诶？我阿凯亚之声，我的节目。你的节目咧创啥？你想要创啥？我的节目就是当然是想要用台语讲万事万物啦，因为我感觉讲一开始要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是迄阵个伫台北咧读研究所的时候，迄当阵我就是想讲要用台语来作为一种进入到社区，因为当阵阮的研究所定定伫社区做一寡迄种田野调查，我嘛定遇到迄种都市的迄种开发案安尼。我定可能讲即个时阵我发现所有权的，即讲地主啦，其实拢即侪拢是时大的。面对着政府要开发的时候，即个时阵会惊因听袂到对政府咧讲啥。
有时阵在地方的人可能是弱势的人，所以相对听无语言的状况以下会更加弱势。我总就感觉讲，这个时阵哦，专业真正应该是语言上重要。所以我就感觉讲，迄当中我咧做电影调查的时候，定定，遐居民拢咧甲我请教讲，嘛毋是咧请教拢交流啊，咧讲到底政府咧讲迄种都市开发啦，还是讲都市更新是咧讲啥咧？当时嘛开始我学习讲要甲专业的物件用台语讲出来咧。因为诚趣味，因为我可能讲，其实因为我虽然是按鹿港这边大汉的，但是母语甲家己阿嬷甲家己的时代拢是讲台语，但是我讲台语敢若是有一个范围呢。你讲我敢若离开中华，还是讲离开鹿港了咧，这个时阵我就无法度用台语来讲代志，不管是家己的工会，还是讲家己的这种专业的这种课来安尼。所以迄当中我就感觉讲，就亲像咱咧学英语共款哦，这个时阵咱较早高中背这个英语的7000字的这个单字哦，但是台语敢若是讲，咱若要摕来讨论一寡正经的讲专业的物件，所以咱感觉讲敢若无力会当用，所以当中我就开始练习这件代志。但是是学生时代的一个实验，但正经咧做互更较侪人，就是恁即马所听的这 podcast， 已经是2021年的时阵，迄当阵 COVID-19 的时阵，才想要来做，因为迄当阵大家拢规年出来实在足无聊，所以我感觉讲想要来做一个声音，甲大家交流安尼。对啊。我这个阿凯伊的节目就有一个特色呢，就是鹿港腔嘛，吼，大家应该拄则咱有听到啊。咱通常拢会甲，若是讲甲一个物件当做伊的特色，就表示讲伊毋是世上的。啊，毋过鹿港腔对你来讲，应该是对自细汉就习惯的一个腔口，所以你差不多是啥物时阵开始发现讲鹿港腔会当互大家当做一个特别的腔口？啊！你当下对这个代志有啥物感觉？一开始我感觉大家咧讲台语拢黑白讲，你毋知，感觉讲到无讲就是黑白讲，是说大家互听无是我家己安尼。我当然出国开始，因为我高中就出去到中华市读册啊，但是影响较大的，就是较大这种感受是大学以后啊，就讲来到有迄种同学拢682路来读册安尼。当阵就是。嘛感觉讲家己咧讲话别人听无，但是迄当中我都会学晓，就是去修家己的音，就是迄种大家会当听有迄种普遍的优势腔调。所以迄当中我哩无感觉鹿港腔是啥，因为我哩感觉讲咱讲话重点是要互对方听有嘛，所以迄当中主要是伫南部，后来去到北部的时候嘛是即种想法。一直到我会记得，应该是2018年的时阵吧。迄当阵嘉义有一个剧团哦，文剧团哦，因要改编一个这种台湾文学的一个文学家叫王正和。王正和有一篇足厉害的小说，就是《计程吉普车》。计程吉普车内底大概剧情就是讲，有一个迄个咩啊，鹿港人来到外地讨摊食的一个故事。所以一开始的这个戏剧的这个角色，迄个。电台要播的时候，都爱讲足重的鹿港腔，互人感觉讲伊用声音来互人理解讲伊甲逐个人的角色是无共样的。所以当初因就来鹿港找我做电影调查。当初因为我感觉讲我敢若是袂成日讲鹿港腔，我感觉我应该是无迄才调，因为稳定伫鹿港，我的台语拢是去有一寡时大险的，你安尼爱甲人交流安尼，所以迄边我就找足侪我的时大阮爸，还是讲一寡时大来甲在。剧团的演员来讨论，结果迄边真的是甲阮大家拢考倒去。对阮来讲，只是对迄边阮在鹿港人意识到讲，阮咧讲话真的甲人无共即个代志。因为我感觉即个时阵是即种咧讲母语的人的一个即种毋捌想过的讲，咱英国啊，拢是伫即个环境足自然咧讲即话。当然，烦恼即个时阵去用外围的人偷懒去，但是咱一直对咱家己到底即个话腔口到底是安咪才会顺正，即个代志其实毋是足清楚。是嘛是迄边交流了后，才互我意识着讲，对呢，敢若鹿港腔吼，敢若是敢若无共。咱若要未来然后佫有机会来。往即方面来做话，甲鹿港桥捡倒来，敢若是我会当来做，甲别人无共款的代志所以是透过外部的人来甲我提醒，我才开始感觉讲，这鹿港桥真的敢若无共呢，无较早人感觉哪里啉水的啊？对，我家己嘛是到台北了后，我去菜市仔用即个台语来买菜嘛。才互头家讲，你有下港腔，我想讲，这敢毋是听起来拢共款？对啊，系啊。对我感觉歹势，我想讲，我感觉为英国的角度来讨论腔口即件代志真趣味，因为英国其实是
引起世界内底腔口上济的地区之一，嘿，因为伊1500年来无共的民族去侵入英国人的无共的所在，因无共的民族就插来无共语言的影响，造成各地区的即个腔口差，所以到今呢，即个腔口差也是足大的。比如讲，我南部的同事陪我去约瑟找即个约瑟，就是北边诶东北边，嘿，英格兰的东北边，看即个客户开会，我今仔会当听有50%尔，阮同事嘛今仔会当听有70%，伊是本地人，嘿，对啊，就嘿啊，毋过比如讲阮翁去苏格兰佚佗，拄着迄个路边的即个人真热情，甲阮报路，毋过伊报了，所以阮两个煞小对看，阮全啥无？阮翁个问讲，敢会当开字无哈？对啊，毋过我感觉就是可能就是你爱行出你的本来伫的所在，有着外口的人才会当开始发现讲，我看你有啥物警察安尼。我就是旧年都有机会来到伦敦，当中我记去切尔西遐有一间 jazz club 吧，我就是掠着要点菜嘛，结果嘛真个服务生来甲我讲，我听有咧讲英语，但是听无。我大概当理解讲，迄种你感觉足熟悉，但是其实你毋知伊咧讲啥，迄种感觉，就亲像阮洛江人出外，可能人听阮咧讲台语，感觉足熟悉，但是佮听无到底是咧讲啥，迄种无沙沙的感觉。因为我感觉讲，我之前某一遍就是出外来到台北迄边来，就是表演出的对，迄当中甲一个北管来表演啊。迄当中我就是伫头前咧讲故事，佮讲完了台下就是有迄个大学生啊走来找我。就甲我讲，你是毋是还搁咧学台语诶？我讲你是啥物意思啊？伊讲，因为我感觉讲你讲迄台语敢若腔口怪怪，就是讲迄调怪怪，你讲迄咱咧讲迄个音啊，还是讲这是阮囝，一般是讲囝，阮会讲这是阮囝，因为迄篇内底我迄故事内底我讲了就侪囝这个字，我讲哇，这你就甲当做是法语咧听就会使啊。但是这个时阵咱是毋知要怎讲解，所以讲这个时阵咱是甲别人无共的即件代志。因为我感觉讲台湾尤其即几年虽然讲我感觉即个台语的环境是愈来愈发达，愈来愈多元，但是这个时阵咱嘛要去承认讲，这个时阵咧强调的多元性，即个代志嘛是真重要。我感觉讲即个洛江人，这个时阵嘛无迄个意识的状况以下来，可能出外还是讲可能为要甲人讨论代志，咱就会全面家己的强调，到尾家己嘛真无迄个腔的感觉，因为很难来听我家己的时代，我可能讲因咧讲台语的时阵，就讲腔嘛愈来愈薄安尼，所以我就想讲，因为我感觉咱是新的一代咱有即个想法，有即个意识，透过新媒体 podcast 的方式，应该是咱甲即件代志当作是家己的人生嘛，当作是一个地方腔调的一个保存，这就是我后来想要做的代志安尼。对啊。像往来即马因关庙腔嘛是渐渐，关庙腔哦，有关庙，就是人讲吹过，关庙讲衰过，你衰过是要衰偌久？洛江是讲车歌啊，车歌哦，车歌，还讲什么要去菜市啊，买红菜，对，红菜啥物？红菜是红菜。红菜，红菜，有意思啊！反正伊的吃的音就是水，我袂晓解说，反正会晓讲袂晓解说。对啊，嘛是讲恁遐嘛应该是关庙，应该是共款的问题，就是少年人拢出外你出外口了，你的腔口就会套念着外口较强势的腔口，对啊，渐渐就失传去啊。对，因为我感觉讲腔口即个物件其实是足重即个环境的。那讲假使讲今仔日即个环境还是讲，即个就是咧环境是上说是按家庭的一个单位，到一个整个比如讲一个城镇。即种都市的即个环境，那假使讲即个物件若消失去，其实我感觉要保存即种地方的腔调，其实愈来愈困难。因为我感觉腔调背后是一个足大种传统的文化体系
伫后壁安尼。嗯因为我较早我大学的时阵，我硕士的时阵，我硕士论文咧研究阮鹿港咧做木工啊，咧做神道。啊，这个时阵你访问怀咧做怀时代哦，怀木工师傅，这个时阵你感觉讲，因咧鹿港腔敢若就是足合理的存在伫鹿港的即个木工厂内底。结果伊的声音甲伊的即劳动甲伊咧做的即个物件，敢若是结合做好的。你若甲即个声音内底甲摕掉，你就感觉讲足难摇。所以我感觉讲，即个亲像讲后来我会伫鹿港会继续想要讲即个代志，就是我感觉讲，咱咧继续去创造即个环境。对啊。好，咱来后一题，就是感觉即个鹿港腔敢有增加你对即个你鹿港的即个身份的认同，啊，你对即个鹿港腔的认同敢有啥物转变？我其实昨晚伫咧想，我感觉中华的囡仔其实一直以来，我拢一直想要甲中华即个物件甲等起杀的，因为这个时阵这嘛是一种会感觉家己敢若是一个足真卡的所在，因为像中华有大概有分北中华甲南中华。北中华就是完全就是想要变成大中市的一部分的迄种感觉。阮若只要放假，还是只要任何的娱乐，还是讲中华其实，即个北中华就是这种做工厂的，大概人拢就是拢做甲世界第一，其实大家拢足好个，但是钱拢会卡伫台中啊，咧厝拢会买伫台中啊。所以我就感觉讲，敢若阮中华对阮家己是想即个代志，我感觉一直以来拢毋是一件足肯定的代志，因为外围人甲我问讲，啊，恁中华倒位行生，这个时阵感觉中华足无聊诶，毋知要讲啥，你毋知？所以我感觉讲，这个时阵我家己对鹿港，当然鹿港是相对中华，可能较有互人有即种地方的画面的一个所在，因为感觉讲可能有历史啦，一寡传统啊，一寡这种高级建筑安尼。所以，但是我感觉讲对我来讲，我嘛一直有一段成长的过程，我一直想要变成外围的人，因为我感觉迄是一种咱对 fancy 的迄种生活的追求，迄是较早的事。但是我感觉讲后来开始做 podcast， 还是讲后来开始讲鹿港腔，甲鹿港腔扯上来即个代志，互我豆开始感觉讲，对呢，咱其实咱的物件嘛真特殊啊。但是这个时阵呢，我就想讲，要怎互逐个人，我做鹿港的朋友，还是讲共同咧讲即个语言的人，感觉骄傲呢？咱就是用即种主流的即种语言来讲。鹿港腔，咱就是大家甲英国腔的这种感觉。感觉讲，即个讲，像你咧讲的，知影讲，其实英国的腔佫千变万化。但是我感觉讲，即个时阵，咱咧讲英语的时阵来讲，咱台湾咧学美式的英语，甲咱咧看英国迄边的迄种 BBC 的 radio 听迄种物件，我感觉讲英国互人感觉是一种高级、较早帝国的感觉。啊，既然讲咱鹿港要再次伟大吼，即个时阵嘛是想讲要少用即种英国即种互人感觉即种足虚华的感觉，互咱重新的对家己咧讲话有自信。当然啊，对我来讲的话，鹿港腔就是鹿港腔，甲英国腔是无共款的物件。但即个时阵，咱为着要互即种相对较弱势即种地方的语言互逐个人重新找倒来即种较即种自我的认同我感觉嘛是爱一开始嘛是用较煽动的方式。对啊，我感觉讲，以英国的例来讲啦，我感觉台湾的腔口较无迄个 hierarchy， 就是迄个啥阶层。对。嘿，英国的腔口较，我感觉有较台湾的华语较像，就是你有一个中原标准的腔口，就是报新闻的迄款的。毋过即摆少年人足少会安尼讲话啊。早期呢，甚至是到我即代，你若讲话有一个台语腔啊，是原住民腔，你就会互起笑。对。吼所以英国伊的腔口内底有一个即个hierarchy伫内底，所以伊这内底有一个歧视链就对啊，系啊。因为因听因的腔口其实是分较足幼的，比如讲 RP accent 就是叫啥？对，叫中原标准腔啦，伊是就posh的人咧用的 posh 就是就posh 我不晓翻译，就是较贵族迄款的用的，就是嘿，较有头有目有面的，有头有面，嘿。对。其他的腔口就有分地区啦、社会阶层啦、年纪较性别嘛，会影响一个人的腔口。有去即个私立学校人，听讲嘛是有一个私立学校腔的元素在，所以因分较足样的。所以我感觉若是用英国的概念来理解，就是变做讲你
你逐个人有一个位置，啊，即个腔口变做你是一个身份证，会讲，会当你会当为即个你的腔口来听讲，哦，你即个人有去过倒位，住过倒位，有读过啥物学校。比如讲，阮翁有一个朋友，伊会讲话有一个微微的慢声腔，加上私立学校的腔，你就会知影讲伊是遮大汉，有读过私立学校，伊的腔是较无遐重，所以伊可能是中山改站的。之前嘛有着一个人，伊就会当听出讲，伊有波兰的腔，佮有爱尔兰的腔，佮有慢声腔。原来伊就是波兰人。进前伫爱尔兰食头路5年，即马伫慢声嘛第5年，所以伊的腔口就是你会当变成伊的。我当时讲感觉讲这是一个 passport， 就是面顶有你逐位去过的所在，拢有伫面顶登一个印啊，表示讲你有去过。你本人嘛是会受到你的影响你腔口遐的物件来去影响你一个人。像比如讲，因为咱英国的北部的即个腔口，就较互人去歧视嘛。逐个拢想讲，咱北部的腔口就是较下站较江人的感觉。就较含慢较戆毋捌字兼无卫生若是南部的腔口，就是较巧较贤拍拼所以讲。但是讲，咱北部的人因为安尼互看低，所以会变成讲，因为当时会去强调伊家己的迄个北部腔，安尼来去展现伊家己对伊出身的所在，含伊的改站的忠诚。我感觉，这是一个真趣味的所在。颠倒是因遐的较本来是讲，即个中原标准腔的遐的人。颠倒是较毋敢用伊个中原标准腔来讲话因为being posh 毋是一个足好诶代志，会互人感觉你就是迄款诶，你有好野人吼。对啊，我感觉就是即个腔口去改变一个人，佮颠倒因为你所处诶所在去改变你诶腔口，你诶腔口佮改变你即个人认同，即个部分真趣味。佮有我听你拄仔讲到即个。就是腔口多元的部分我感觉英国嘛是真认真咧利用即个地区的腔口即个部分，比如讲，因即个地区性的电台就会尽量用地方腔口的主播，是因嘛真注重即个腔口的多元性，就是你遮个电台一定要有无共腔口的人，要无早期拢嘛是中原标准腔的，除了你拄则讲的迄个例，你有感因为你的腔口无共，有着一寡较一寡挑战，还是讲互冒犯的状况？还好呢，因为我感觉讲对即种弱势的人来讲的话，因为我讲弱势的强调，就是因为阮后来出去的时阵，咱拢爱修正家己的即种音嘛。但是我感觉讲，因为我家己足适应，就是讲去改变家己的腔调这个代志，所以我感觉讲我。伫外口，只要我会去观察对方的表情，伊若是感觉听无我咧讲啥时，我就大概就知影讲可能佫无说你用着阮陆港基本的。但是你会知影讲，因为即摆普遍其实我即运的人大部分都是讲华语，所以华语无腔口的问题。所以要问的问题应该是讲，啥物时阵有机会讲到台语其实我感觉是机会伫外口其实无多颠倒是我家己伫陆港的时候，我较会用了台语。若伫陆港用台语，就无即种腔调的问题。对，所以即摆问题是，所以咱袂感觉去用冒犯的时候，咱中国应该85%以上是讲华语为主。对，因为我感觉讲这个时阵，我家己的感觉，即几年，即阵仔伫台湾的感觉，就感觉讲去台北讲台语变成是一种表演就是讲迄是有一寡较有心的人，可能是想要甲你讲台语，还是讲可能是一寡迄种。场合，还是讲表演的场合，还是讲工作，伊的主就是台语，所以我得讲台语。但是我感觉讲，我家己
反正若拄着人硬要教讲台语即个代志，我毋知，我就反正去想着迄种路边落咧传教诶外国人，但是因来台湾拢传教想要讲华语，互咱遮人知，但是台湾人看到迄外国人，尤其是学生囡仔，拢想讲要趁这机会来讲英语安尼。你这个时阵，像我咧，你之前主持人头有讲到，我咧做阿里山的即个调查，我定伫阿里山县顶有一个我足好的一个地农，已经用要80号哦。特别若拄到我，拢一直甲我讲华语哦，我拢甲伊讲台语，这足奇怪的代志。但是我后来我抱一我啉袂掉，我来甲讲，爸啊，你是毋是趁即个机会咧练习华语？我咧做一个语言交换的代志啊。对啊，所以我感觉讲，这个时阵当然，对台湾可能最多人会甲台语即件代志看待甲足严肃的，但是我感觉对我来讲，可能我成长的环境是较幸运啊，就是讲，我一直以来较无迄种互欺负啊，是讲感觉讲去互冒犯的迄种机会，所以相对我对台语还是讲对鹿港腔即个代志，我嘛会感觉较轻松一丝。所以这嘛是我后来想要用台语来讲万事万般，就是讲。恁听我的节目，反正我嘛毋是讲100%拢讲顺的鹿港腔啊，因为反正要讲一寡历史的时阵，我可能嘛转袂过来。甚至这阵时阵，我的来宾嘛无一定会讲台语，因用华语来讲话。因为我感觉讲，我想要做一个 podcast， 然后再是一个讲台语的 podcast，这是无共款的代志。因为 podcast 应该是一个重视内容的物件，所以我想要用这种无共款的内容来吸引到可能是台语看我的人会来听我的节目，伊可能看到阿凯亚之声，就亲像看到万声里中办公室，就讲这是啥物件，来甲饲入去，就我惊到，哎呦，我来讲台语啊咧，若这时阵若我都有迄个忍受，咱来甲听者1-2分钟诶，你敢若是会袂歹听，敢若是聊听有，好就无咱规集到听完，我感觉这就是一个机会啊！创作一个互这种可能无习惯，还是讲生活当中真少讲有这种台语环境的人，会当有差不多半点外钟的时间，会当来进入到全台语的语境。我感觉这是我上想要做的代志。我想要设一个局，互大家无说你走入来安尼，就是因为看了讲，因感觉对这个主题有兴趣，就入来。用另外一个方式问，就是你感觉？即马你敢有法度用你的腔口去共留关系？比如讲，因为比如讲，伫英国就是你若是要牵一个人较晚近的，你会用对方的腔口讲话。我有一个有一个是我伫进前伫前一份工课，我需要面对伫办社遮的社会主体的厝骹，因遐的厝骹有一寡特色，因的一寡keyword 就是因是。劳工阶层的中年以上住伫市郊，所以因的腔口拢会足重的。我一个人看起来就是无想英国大汉的，所以我就想办法，我会想办法来学因讲话。主要是希望会当有关系。伊当时你知影万城人足爱万城腔的，所以你若是你用因的腔口讲话，因会感觉恁是马西的。我足好奇的万城腔到底是甲一般咱理解有倒位无共？敢咱举一个例。万城腔哦，就是我感觉因讲话拢会为有尾音，比如讲 It's raining, It's raining. 对。School, going to school, girls, boys and girls. 听感觉这种人最好斗阵的感觉，对，无毋对，所以人伊嘛有调查讲北部腔就是互人感觉较友善，较会当信任，是，就小。你讲用这腔调来熟识一寡朋友，当然有两部分啊。因为我感觉我伫外埔头，和你用鹿港腔熟识着鹿港人，但是我常常听到阮爸迄个时代，因可能做兵的时阵，甚至讲出国的时阵，有可能伫一个新的环境听鹿港腔的时阵，真的迄就是鹿港人啊。因为我感觉即马伫阮即运哦，应该已经足歹用鹿港腔来熟识对方。真像讲我头先你讲迄个阮剧团改编的王晶和的即个假装一牛车，我感觉讲迄个时代，我都用腔调来分辨一个人到底是倒即件代志。我感觉今仔日台湾已经足歹去做一个分辨咯。但是我唯一的对一个场合，我会足想要用鹿港腔的，迄是因为我一直以来拢咧关心鹿港的一寡文化，
这种文化资产的这种议题对吧？所以那定定那种政府要来受这种高责，还是讲要来做一寡相关的这种文化、一种地方的建设，拢会办咧公听会嘛。我其实我拢最关心做代志，我拢去现场，我拢会想要发言啊。即甲我较早研究所读的背景有关系安尼。我特别来发言，拢一定用100%落港腔哦。一开始先甲大家讲，大家好哦，比如讲真正落港的龙山寺咧征收哦，我就讲，我对龙山寺真有感情啊。较早咧，阮阿嬷拢会带我来遮拜拜，就是讲出一种互人感觉，就是你真诶足在道诶，用这种语言诶方式，互人感觉讲你就是足地方诶人，因为我感觉讲伫鹿港吼，处理这种逐个人讲价诶代志，这个时阵都毋是咧讲道理诶，是咧问看你老爸相诶。这个时阵是上我都伫地方来发落出来代志，就是迄种地方诶头人，这个时阵拢是比如讲迄种大家族啊，或者是讲迄种企业家，是讲有利诶人士安尼。但是你若是一个你若是一张白纸诶话，大家就感觉讲啊，你可能毋是鹿港人啊，还是讲你可能这少年着，你无资格来讲这代志安尼。但是我得透过我甲鹿港腔学较足顺诶这件代志来表示讲，我对鹿港就感情。鹿港人去食即套诶。你看鹿港即侪迄种议员啊，镇长啦，还是讲即摆彰化县长较早嘛是鹿港人，因咧反而去迄种婚礼咧讲诶死古人，迄鹿港腔真诶是互逐个感觉讲，迄是种在地诶一个代表啊。所以我感觉讲即个时阵语言甲即种腔调甲政治性，甲即种地方诶即种感觉，我感觉即个时阵是永远是伫当地最重要诶一件代志。其实伫英国嘛是差不多，因为我伫英国是咧开发太阳能诶案场诶，所以我常常嘛是爱去办即个公听会我有较有弱势，因为我看起来就是无想要为遮来诶，对。毋过我就会去强调讲我住伫万城，我伫万城已经10几档啊，我想办法骗出我诶即个万城腔安尼。因为我主要负责诶拢是北部诶案场因为我诶同事迄当阵诶同事拢是南部人，因北部人对于南部人就有防备，就意见，嘿对，所以因拢会先呛出来讲你倒位来的，恁公司是毋是南部来的？我讲我住万城，阮住万城，对，就爱有关系啊。爱讲你今日安怎来？我甲伊讲我开迄个风区的，迄个就是迄山区迄个山路来的啊。甲伊呛迄个路的名，就是 什么 AAT2 啊，都爱讲甲。敢若足熟诶共款因会感觉讲你真正是北部人安尼。用迄腔调来代表家己是倒位人，这件代志我感觉真诶是全世界拢通咧。对。我感觉受咱讲是伫国外嘛是拢会，若听着人伫讲华语还是啥货，其实拢会想要知影伊到底是毋是台湾人，还是马来西亚，还是中国来诶。腔调都无。对啊，其实我嘛是，我尽量伫台北，去台北读大学的时阵，我其实我华语就家己变做台北腔啊。我迄个当阵个会感觉无人会讲在，大家拢叫是我台北人，我感觉足骄傲诶。台北腔啥物意思啊？因为华语就是有一个腔啊。真的吗？你就是爱讲足清气诶。你就是清气哦。就是你的发音要很清楚，很清楚。就是迄种咱咧遐早期迄种老三台电视联播迄当阵时代诶国语嘛。但是较少年一寡，就是有可能爱 remix 一寡英语安尼。毋过我来到英国了后，因为伫英国第一档读册嘛，读册内底拢中国人啊，所以我就变中国腔啊。我是知影讲英国的万城人会对家己的腔口感觉骄傲了后，我就开始拢用南部腔咧讲华语啊。我拢无被更记啊，我都不卷舌了。对啊。毋过更记真的是一件真忝的代志。对。你若更起来，你就代表你对家己无认同啊。这严重。因为咱的字毋是要摕来讲的啊，字有足侪代志会当做的，好无？我甲你讲，
英国腔呢，其实嘛是无光子诶。对美国腔才会光子，所以我即摆听着美国腔，我拢感觉我头壳就疼。台湾的拢学美国腔啊。对。我感觉腔调真正是一个自我认同的代志。以早开始伫学英语的时阵，拢是学美国腔的嘛。你著想要甲学好做好。我到尾去澳洲，我著会学澳洲遐个腔。毋过我真正久了，我感觉何必？我感觉无需要做即个代志。我做我家己，我著用我家己的，可能有一下台湾腔的即款伫讲英文，所以我只是。就是拢无套揽着，就是反正就是我家己的腔，我家己的台湾腔安尼。你即马就是国际腔啦，人即马拢甲伊号一个名叫国际腔啊。真好。好啊，前一阵仔呢，看着阿凯伫诶 Threads 分享一寡伊诶即个成长诶经历啊，我感觉诚趣味，就是你是为中华来到高雄读大学，然后看着高雄诶都市化。啊，毋过我是为高雄来到台北读册，啊，经过即个文化冲击。啊，先来讲你来到高雄是，对，最后讲过吼，对，你来到高雄诶时阵是2009年嘛，迄个当阵，我已经去台北5-6冬啊，迄个时阵诶高雄其实看我离开诶时阵已经无共啊。我18岁进前诶高雄是无捷运嘛，无高铁诶。嘛无博二，啊，因为阮阿爸是兄弟内底头一个会当继续读册，啊是靠因面顶诶遐阿兄阿姊趁钱来支持，因为因是拢是残障人嘛，做事诶，啊，所以伊会当去大城市发展，拢是因为安尼诶机缘，啊，因为伊有通法度去大城市发展，我才有法度伫市内出世大汉，所以我有当阵嘛会好奇种说，如果当初阮阿爸无离开中华，我的人生是毋是会较阿凯就成诶，还是会较亲像遐因为即个性别无互栽培遐阿姊？所以我遮就足好奇讲，阿凯你为即个鹿港到高雄，再到台北即个经验敢有影响到你诶成长？我感觉这是我个人的成长的经验嘛，当然毋是所有中华人拢会像我安尼嘛。但是我家己身躯边就是讲，后来逐个人出外即种，就是讲工运还是讲东北工背，我感觉90%以上就是讲，你大学一定会选择离开中华即个所在。因为我感觉讲对于来讲，我实在太期待会当去享受伫中华做城市生活即件代志安尼。因为当然对我较早嘛是即种人的对吧？因为我较早高中的时候，我上梦想的代志就是会当大学的时候去到一个城市，去逐工去 Starbucks 来啉咖啡即个代志，这是我的梦想诶。因为当阵中华即个物件，只像中华敢一间尔。因为迄较早人对我来讲，迄是一个足高级的物件，当然即摆毋是咯嘛。那迄种是一个足高级，迄是种咱足 fancy 对城市的想象啊。所以当然我后来到高雄的时阵，另外一件代志，我感觉最羡慕的就是我并毋是伫高雄市咧读册。我当初我的校区是伫即个较早旧的高雄县即个燕巢即个所在，迄个偏僻我去即个足绝望的。但是我嘛是尽量的逐工来到城市来擘一个城市的迄种感觉，因为迄当初我会记我徛咧即种三道路的即个远百的即百货公司的即馆顶哦，迄当初我看迄种高雄的路马路足大条的嘛，啊，高雄就是遮大起好的即种新的捷运啊。就是我感觉规个拢是一个足新的一个城市的种气味。即个若是迄段我感觉迄个画面是我足震撼的，因为伫中华阮无遐大条的即种路，啊嘛无遮尔啊光的在霓虹灯闪闪星星啊，嘛无即种代志，所以高雄是我对城市经验的一个就是第一遍啊。但是当然后来到台北，迄经验阁是无共，因为我感觉讲迄当阵伫我要去读。要去台北读研究所时阵，拄着即个318的即个学生运动哦。当阵学生因为反对咱政府甲中国迄边伤好，啊，
坎开，就是即阵时阵定数都无走去工具，来抗议来占领即个立法院。即件代志其实迄当阵有互我真大影响。迄当阵我感觉有一个普遍的讲法，就是讲，咱就是因为无够了解咱家己住的所在，所以即阵时阵，但代志发生甲最严重的时阵，已经来到台北，来到中央，所以确实讲，咱会当按即个代志的源头，按地方政治，按地方的公共事务开始关心的话，是毋是有可能会当改变咱台湾的未来的可能？所以当阵我感觉是一个鼓励啦。我开始想要倒转来理解家己的故乡中华甲鹿港安尼。嘛，因为我感觉嘛是因为迄当阵的一个趋势，我开始去找到，我开始愿意去。就讲，咱较早拢是一直去面对着城市，面对着进步，面对着现代性。但是我感觉是因为整个社会运动的氛围，毋若我一个人，就是大家人开始挖过头来看待咱家己后壁，咱家己成长的迄个环境安尼。我感觉是因为即个经验了后，我开始去吸收一寡地方的较早的故事，去甲一寡时代采访，去甲大家扣转来即件代志。互我感觉讲，是做鹿港人是一件袂歹的代志，而且我感觉。当时定了，在即我即个时代，讲台北人的感觉讲台北人，所以台北人是上安尼。但是你讲你是鹿港人，还是讲中华人，大家足好记的，尤其怀住伫都市人的感觉，哇！你就是敢若看到一个按足遥远的所在来迄种感觉。所以我感觉讲，尤其咱即摆咧第一在地方文化，我感觉这确实是一个真好的时代。会当来伫咧咱来重新去思考讲，会当去做啥物款无共款的代志安尼。对，我感觉我来英国了，我发现一件代志，就是我对高雄的地方真正是无了解。我比如讲，上浅的，就是带囡仔、带朋友去高雄佚佗，我毋知影要带伊去倒位呢。就爱开始去做百货公司啊。真正是。我觉得中华人即摆做百货公司，我讲一个故事。我会记较早当阵，阮特别啊，到迄台中的七期的迄个新光三外头，阮拢有一种入去城市迄种足期待、足兴奋的感觉。较早囡仔的时候，咱就想讲要穿较水的衫，要去做百货公司。所以我会记对足侪中华人来讲的，阮高速公路要到即个七期中江路，要落去到台中，看到迄个 skyline。迄种足现代性的物件，迄是足侪中华人的梦想。对阮来讲，迄就是一种对啊，迄应该就是咱要追求迄个方向。当然，即摆想感觉迄件代志足好笑。我感觉每一个城市就亲像咱每一个人共款，应该有家己的个性啊，对啊。虽然都爱甲别人共款，但是较早囡仔的时阵，你就感觉讲，哇，迄真的是足party，那足兴盛的。对。我拄则要讲啥咧？我想要讲，要带恁囡仔去倒位佚佗。对。但是，我想到是因为我伫英国遮，若是要带台湾人出去佚佗，比如讲，我若是找一个爬山的路线，有的爬山的路线，伊是跟文书迄个地方的文书有关系，伊会伫迄路线面顶来甲伊标讲，遮即个所在呢，曾经有对一个作家住伫遮，伊啥物时阵写啥物册佫有写讲伊平常时呢写即本册写到啥物条所的所在呢，拢会来即个所在咧即个石头来遮看风景，blah blah blah。我就感觉讲，你配合遮个地方的文书遮就是足细项足伤项故事，毋过你安尼去行过一抓转来讲了后，你会感觉讲印象足深的，感觉讲你看遐个所在有较有连结。毋过，比如讲，你讲我若带朋友去高雄，若是去西百货公司，我就无法度讲出即个故事，可能嘛是会使啦。可以讲这大统吼，真正有机会。好笑。比如啦，但毋过对啊，我即摆来开始感觉讲，咱真正是爱对地方有较侪熟悉。真的。对啊，你感觉讲鹿港啊，对即个高雄含台北，因遮的资源的差别，含即个 skyline 的无共，你感觉讲想要做啥物改变，还是讲你感觉讲有需要去做改变？我感觉这是困难的。我会记当阵我去到高雄读大学的时候，我最爱听古典音乐的，所以迄当阵高雄根本无任何的音乐会啊。就讲这个时阵最厉害的乐团来到台湾啊，就讲咱台湾家己厉害的乐团，拢是会去台北的国家音乐厅来演出来。拄好我会记拄好我离开高雄的时阵，高雄才出现了一组。我即满最介意去的，就是说在维吾尔。我嘛最介意的。这真的是，
因为这是世界级的，我感觉终生会当高雄人会当出一口气的感觉。对啊，一直以来，它是种音乐区的物件，咱高雄无一个较正式的一个场馆哦。这个若是我当初我会记得，我就因为学生囡仔就是就无啥钱嘛，所以定定用做一种夜班的巴士哦，来往返在台北甲高雄之间哦，为着要听场音乐会这个代志。所以当初我就感觉讲，我就足怨叹的，想要家己是来高雄读大学，因为同学啊，就是我读私立的，伫台北我感觉讲因的生活过了比我更较精彩啊呢。所以当初呢，种心态上的一寡感觉较毋甘愿的感觉。但是后来当然来到台北，来到咱台湾资源上中心的所在的时候，我嘛感觉讲，这个时阵，这个人其实嘛，毋是讲足珍惜这个代志。这个时阵我感觉是因为咱经历过虾米拢无的时阵，所以咱去到台北，咱敢若来到一间博物馆啊，是一间图书馆的感觉，咱会足珍惜这咱所当看到的任何的代志，还是讲听任何音乐会安尼。所以当然即马转来到鹿港啊，彰化这游玩20-30年了后咧，游玩是这文化这个沙漠，而且我感觉讲。好你家知，即马这网络真方便，啊，其实台湾嘛无大，所以当透过这种网络的时代，这种科技的物件，会当来小可，会当互这种城市甲庄卡这种距离会当卖较大。我感觉这可能是台湾的优势，因为我知影讲伫国外，比如讲像咱两位主持人，恁两个大所竟然离超40分钟这个代志，迄对台湾人来讲，一定是足远。对了。对，所以我感觉讲台湾去任何所在，尤其我住伫西部地区，其实拢相对足近的，所以我感觉讲，咱应该爱搁较努力的，就是去熟悉搁较侪人。像我即阵我拢甲阮朋友，我鹿港的几个朋友，因为我一个朋友伫鹿港有一个 gallery，啊，我就是就想要听 jazz， 伫鹿港听 jazz，但是鹿港无啊，所以阮我就去熟，我有熟悉即个乐手嘛，我就邀请来鹿港表演，啊，阮朋友提供即个场所，啊，佮另外一个朋友就是负责做食的，啊，阮就来做一暝的即个 jazz night。啊，即件代志其实鹿港人即个少年人其实逐个拢就受到因的欢迎，逐个人就想要来感受一款无共款的物件，因为当初阮都选择来投票迄讲。啊，投票即个时阵，大家倒来家乡投票完了，暗时就无聊，毋知要创啥物。啊，当初阮就创造一个机会，当互伫鹿港的即间 gallery 内底听 jazz。所以我感觉讲，即个时阵，咱就是咱去创作，咱莫感觉讲家己无可能做着。啊，若干来遐怨叹哦，我感觉即个时阵，干来遐怨叹人可能会选择搬去台北安尼。对啊。其实我是毋甘愿的人，我定感觉讲袂使啦。咱想鹿港腔无互听到，所以我想要做 podcast。啊，伊讲袂使啦，想鹿港无 jazz， 所以我就招几个好朋友来创一场 jazz 的即个音乐会安尼。所以这是有可能的。足赞的，我有看到迄相片，我感觉哇，真正规个鹿港拢变甲足文艺。对，咧拍算办第二场，所以我感觉这会当一直练，会当一直就是会当一直办的，我感觉这是件趣味的代志。会当互鹿港变，因为阮迄边是伫这今年1月份办的一个 jazz night 哦，我家己拢感觉讲，迄有可能是鹿港开港以来哦，开港是200-300年的开港以来哦，第一个 jazz 的演出的。我感觉讲，这个时阵伫城市，咱会变空变芳嘛，这个时阵你会我甲人变出无共款的物件，因为城市实在足侪厉害人拢去迄个所在，但是等下到彰化是讲等下到鹿港，这个时阵咱就足紧的就发现讲家己对遮的即个位置是伫倒位，所以我定定嘛鼓励一寡，比如讲较少年的朋友，我就讲这个时阵伊若伫城市感觉讲家己敢若是无迄个存在的意义嘛，会惊吓嘛，还是会丢嘛，你不如等于你家己的家乡想看嘛，你的专业等于你家己的家乡有可能会足紧的就去找一个无人我都取代你的一个位置安尼。我感觉我即马伫鹿港嘛想要做即件代志。就有理的，对啊。你敢咪讲甲伤理想啊？即集咪敢咪讲甲足乐观的吼？袂啦，气氛。不过我感觉世间上就是有需要像你即款的人啊。因为我感觉伫英国嘛，定定有着就侪台湾人，就是来到万象，就感觉遮就无聊的啊，啊就会怨叹。万象嘛是无聊的所在吗？哦，比高雄绝对无聊真侪。来到伦敦比是足无聊，啊，毋过我最喜欢万象。对啊，啊，毋过对啊，我感觉讲你对啊，我嘛是共款，我毋是迄款会怨叹，坐伫遐怨叹的人，我是感觉讲啊无聊，安尼我就来
我出来办活动啊，咱会出来做一寡有诶无诶啊，系啊，是啊是啊来是啊。做一个改我变。咱茫袂记讲，咱家己是有可能来做即个代志啊。毋即个时阵，咱人若感觉讲任何诶代志拢是互环境来决定，我感觉包括大家嘛是共款啊，大家都一定会死嘛。对因为你就感觉讲即个环境愈来愈歹，但是我家己是有一种乐观的感觉，讲我家己无落去说服别人来做到共款诶代志，我就说服我家己，即件代志要做了久，做了长。所以 Podcast 其实我感觉甲咱即个万社里长办公室共款，一定是哪做哪怀疑家己诶。对啊，我之前听恁诶迄个第三季诶即个回顾，我听到足感动诶。真正哦。我最爱听 podcast 去回顾家己诶节目。因为即个时阵，咱拢会听到咱共同诶求助。你会感觉讲，即个世间上到底有需要咱诶声音啊无？因为即马足侪资料足多诶嘛。对。网络上要找到迄物件人有啊，甚至比咱佫较厉害嘛，咱嘛。但是即个时阵，我就感觉讲，爱去我家己想要去倒转去到做迄个代志诶一个起头，就是真的是因为感觉做 podcast 是件足好耍诶代志，而且无人安尼做，无人用到工腔来讲做代志，所以我就想要继续做落去安尼。特别若感觉讲做了感觉足寂寞诶时阵，就揣着身躯想诶讲好啦，无啦继续做。反正就是有人听，就听；无人听，咱嘛继续做。就是安尼做到即摆已经要3年，我嘛足希望讲你会当一直做落去，莫放弃安尼。我是袂放弃，我做啊足欢喜。对啊，真好啊！对啊，我拢会经阮兴趣诶话题啊，家己去查资料啊，感觉即读册诶过程嘛，诚趣味安尼。对啊。好，安尼今仔日真精彩，真感谢阿凯啊，即个开时间来咱诶即个办公室，跟大家分享伊诶规个人生过程节目啊，嘿，对啊，所以感谢两位里长无起嫌。袂，嘿，今仔日呢就到遮先祝福大家即个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国泰民安，再会。清芳过一阵青菜，水果青。人来对落水客，参农民徛同齐哦。拢来坐，烧酒来烘茶。落水客，请人客，写新起的土地。稻啊清芳过一阵青菜，水果青。